年老啊，冯玉记新店开张，请你带手子鱼来吃面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为此吃太难，侬本吃出来。从年夜开始，你只吃香烟，点水发精，还有什么了？我来看看天气吧，今日牛栏飞落雨了。叫得侬叫我来，老太也要来。面吃光子，难得来一趟，我请你吃咖啡啦。今朝勿吃了，我还有眼事体了。再会，阿拉下趟买头。哦哟，叽，头皮发麻。我昨日订的粽子好卖了吧？不好意思，已经卖完了，现在还在锅里煮着呢，要等2个小时，所以我就跟您讲，让你早一点来。不是啊，我跟朋友去碰那个头。你买了粽子再去碰头也可以的呀。看起来伊要吃哪能办？吃嘛就吃一个好了呀。搿个人胃口老大啊，一定要吃3只嘞，侪是我辣旁骨浪个肉。那您就只能等一会儿了。搿个肉哪能介大个啦？你吃了我们家这么多粽子，我们的肉一直这么大的。搿蛋黄侪是现烤出来的，不是买个现成啊。那当然了，否则你怎么能死心塌地的从上海到苏州来买粽子呢？顺便来看看小戴姐姐。哦哟，吃得惯了，粽子好吃么是真的。粽子吃过了。哪能一些大许多人了，还要排队嘞？你怎么拿回去啊？这么多？我们还不差头回去啊，只要物事好吃，重点不是问题。我知道的，你上海有5套房的。侬哪晓得啦？做了小戴姐姐的服务，全苏州都知道了。哎，我肚皮饿了，先吃一只杀你。现在看来，上海的粽子早好到了黄浦江里。